靠北啊，要买一瓶去找阿全老邱了，好不好？不，我这一台没有在卖一瓶啊，要买一瓶去找老邱阿全、丁威、佳佳，哦，他们买我的台我没在卖一瓶啊，要买一瓶去找老邱、找丁威、找林家生、佳佳他们买，好不好？你找我买，我哪有一瓶给你啊？哎呦。好啦，一些假账哦，不用教我做生意呀、你不是我老板了，好不好？昨天凯宾卖的不太好，你安慰他一下吧。生意做自己的啦，他也是要加油，我也是要比他加油啊！哎呀，好了，龙也干你娘嘞！不要再乱讲话了哦。好，你乖乖去吃饭。好，林北要来做生意了。来，车子遥控器重力感应，拿在手上，拿在手上，小朋友不会有方向盘。车子往左边，方向盘打左边；车子往右，方向盘打右。要甩尾就这样，哦，这样就可以甩尾了，听得懂吗？兰博基尼，傻小啦，我都还没零元起，不用喊100啊，100啊，买回去3分钟就爆炸了，等等房子就撕我了。来，听好了，颜色我们尽量随机啦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来一台500韩运，要的加一啊。哦，兰博基尼使用重力感应无线遥控车，500块含运费，要加几台？都有货，一台500要的加一，赶快。先买先赢，先抢先赢，慢买我就干你娘，好个，一台500要的加一，含运费。500含运，500含运。峰哥，我汇款了，看一下哦。你要不要满3000再帮你寄出啊？你可以累积呀、那个小姐，你要不要累积3000块免运费再帮你寄出啊？要打要啦。啊，如果不要，我明天就帮你寄出，可以让你累积啊，因为你汇款了啦。峰哥，你为什么要剪金光头？那个刑事组的组长，你要不要请我吃饭？我身上没有钱呢，我3天都没有吃饭了。哎呀，很可怜的人。500含运费，你们还嫌太贵？来，想买的刷加一啊！气标你家马桶爆炸，500没人要了，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
对对对，500含运，600含税哦。你讲的拢对，我讲的拢使了。靠腰啊，烟我这里没有卖烟，没有卖酒，没有卖槟榔啊，烟槟榔去槟榔店买啊，你跑错间了，你是个收酒嘴来了啦。想买的说，都没有人加一哦。无啦，恁总是博输囝哟，规场帮我写念。我这边是拍卖玩具的拍卖场，不是来参加告别式的哦。天风，以后你会卖艺品吗？再说再研究。无啦，800多个人呢，大家都按笑脸、按赞、按爱心，问有没有人要买，没有人要买，500含运呢。那个缺点的，干嘛你讲？恁爸涨539吧讲啦，就一支尔啦。539昨天给共估啦，我昨天才中一支牌而已啊。500含运费，没有人要。摸懒趴啦摸。谁是新竹男神啊？我谁是彰化男神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是新竹男神，小男神。吃电池的、充电的，怎么可能摆的啦？来啦，蔡大哥，私讯粉砖啦，你这么有良心，谢谢你呀。运费80块啦，来呀，包裹呀。蔡大哥，包裹截图私讯。来一台500，两台800，要的加一。塞恁娘较好，做无生意人赌人啥也白弄。来一台500，一次买2台，800块，运费80块，要的加一。如果你只买一台，就是500，两台800，要的私讯。颜色随机出哦。吃电池的还在充电的，对我都自己摸自己的懒趴，好不好？你要单买一台就是500啊，你要买2台我就便宜啦，2台800啦，保固2个礼拜啦。保固2个礼拜，一台500，两台1000不用，两台优待800块。哦，我就说它是吃电池的，还可以插插头看看吗？它是吃电池的，电池的，电池我就跟你们说电池，充电就跟你们说充电，好不好？来了，马上私讯，马上汇款了，马上出货了。时速哦，
你去加油站买一桶汽油泼下去，点一下，时速就很快了。不要问干货嘛。一些人真的欠封锁呢。那个龙爷哦，你都不跟我买玩具哦。哈哈。车子装3颗，方向盘装2颗还是3颗，都是一般的电池，3号电池。单买一台500，2台优待800啦哦。我要买给谁呀？你可以买一台真的给我啊。电池自己买啊，有附电池吗？错某都无驾驶仪啊嘞，搁附电池，来包裹就好啊。干你娘！纸车买给我，我买给你啊。你们看呐、说要买东西的，现在卖东西的，一堆人乱了。来，直播关掉，不爽卖了。你会先做得到啦，哎呀，哈哈哈！啊，各位朋友，谢谢你们收看了哦。我们直播先关掉，晚一点看怎么样再说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要先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来直播关掉，哦，来，各位拜拜。